耶！係啦，等時間過，咁就穩陣啦。好啦，攞埋26-14穩陣喎。李卡度嘅達陣，第一慢鏡再睇下，慢鏡我哋依邊有啲啦，林再向後嗰下，因為山東隊佢急喎，佢想打3個波，即係佢唔想停喺度。好，時間大鐘就完咗㗎啦，等慶祝嘅啫喎。山東隊繼續持球進攻，中間做咗突破，好，後邊都唔放過你啦，冇錯啦，港隊。地上爭球，仲係3球嚟㗎，山㗎3波嚟嘅。山東隊嘅進攻。都係要俾多個大陣俾山東隊攞翻。好啦，都知啦，山東隊嘅球員係啊。入老豆就直接當打完將個波咧就送咗去都係位啦。但係佢自己隊友又想攞翻個波翻嚟，你點都要踢埋佢嘅，因為個比賽冇完嘅。頭先劉老大30秒啦，係啦。劉老大就見到比數都差唔多啦，直接將個波送咗俾啲球迷。但係咧都要攞翻個波翻落嚟。係啦，要踢埋呢個附加踢。港隊成功可以攞到今屆15運嘅7人制橄欖球男子組嘅金牌。冇錯，恭喜晒香港隊啊！最終嘅比分係26-19啊！香港成功咧就係擊敗咗山東隊，獲得咗呢一面嘅金牌。其實今場波都見到阿房傑啦，都做到佢要做嘅嘢啦，即係做咗一個達陣啦。就反而就阿丹馬克今場波嘅表現就有少少未如理想，因為冇達陣，咁但係仲要有一個都幾致命嘅一個 miss tackle 啊，而令到對方就係將個比數反先。咁啊，當然啦，我哋而家咧繼續都係同大家球迷咧，而家留住喺呢一個嘅啟德主場館啊嘛，因為當然啦，我哋又有我哋嘅特派記者現場啦，咁啊同埋啦攞金牌啊嘛，冇錯，係啊，唔講收工住，最緊係想要俾大家睇到我哋攞到金牌嘅呢一個珍貴嘅時刻啊！冇錯啦，咁樣男子7人欖球呢面金牌咧，就係我哋香港嘅第4面金牌。暫時每日都有金牌進帳喎，希望嚟緊都係啊！不過呢一面金牌，相信對於所有香港嘅球迷嚟講都係特別有意義啊！能夠喺全國運動會呢個嘅大舞台上面，可以見證住香港咧係去攞到呢一面嘅金牌。因為咧坦白講，我哋成日都話喺香港，你話除咗真係國際7人欖球隊之外啦，平時你要去喺主場自己嘅主場去睇香港嘅欖球隊獲得咗7人制橄欖球賽男子組嘅金牌。主場啊，真係唔同啲真係嘅。開心啊！真係幾難得啊！可以喺主場俾大家嘅球迷咧係一齊見證香港隊去攞到呢個金牌。再一次請出咧廖長江立法會議員咧，為我哋港隊頒獎。
隊長大令啊，即係啱啱頒獎就係俾阿拜恩啦、拜恩啦大巴，跟住就蔡極俊啦，因為兩雙隊長啊嚇。丹麥克。今屆嘅表現其實丹麥克唔錯嘅，係就真係決賽方面咧未發揮到即係100%嘅水準啦。好啦，跟住薩耶斯。啲令人係我諗都叫做係近呢1-2年即係新進即係香港七人制欖球隊嘅球員啦。咁佢其實新咗上嚟，但係都做咗一個我哋都幾鎖匙人嘅角色嘅，即係好似有好多時踢波開波都係由佢負責嘅。跟住就希貝特啦，希貝特都係近呢幾年都係代表到我哋，即係都係一名中流砥柱啦。跟住就係卡度，跟住房傑，卡度靠晒你啊！好在臨尾嗰一下咋。跟住房傑要讚一讚啊！今屆嘅全運嘅比賽，房傑真係發揮到自己非常好嘅表現。跟住一位就係突破性非常強嘅球員啊，苦納當尼。跟住係9號仔啊，拜恩菲納斯。到最後就係高凡迪爾啊，亦都係都代表咗香港好多年嘅一位球員。最後當然就係高芬，香港隊嘅教練。再一次恭喜晒香港隊獲得咗今屆第15屆全國運動會男子七人制橄欖球賽嘅金牌，恭喜晒香港隊！